来继续正段的消息，来看在野南北讲合作，但是拢坚守家己的立场，无要退让，这些是讲袂落去卡掉的咯。侯友宜这边讲，是毋是两个方案并行，一半一半，民调嘛做，民主初选嘛来做。但是郭文摕这边是拍枪拒绝，讲这甲比例无关系，甚至批评国民党一直伫个原地咧当势，非常的失望。侯友宜甲郭文摕今仔日拢参加一场公开的论坛，讲到南北合作，两个人要个互相过招。柯文哲市长到现在为止，我没有看到两岸的政策有没有很具体的明确表达。Take it easy， 轻松一点就好了嘛。高雄论坛还有其郭文摕过招，讲话3到6点，都惊南北合愈讲愈无帮。我爸卖猪肉的，爸说哈，你那个猪肉再切哈，你要切大块，那个斤两要多让给别人一点，利他也是利己。因为我们走在时代的最前面，你知道，以前没有这个经验的。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点时间磨合。两边伫咧相斗，嘛互相甲人交期，谈判内容是啥个指示？黄总干事到底能不能确定他是代表整个民众党呢，还是只代表竞选办公室，还是代表柯主席？我们现在不知道金溥聪代表的是谁了哈，因为一下说要谈，一下又说没有下一步，原地打转，继续在讲这种不可行的方法，我们非常的失望。新婚红这期黄珊珊嘛随个激动起，家己发言代表竞选办公室，嘛代表政党，只是要民调，或者是初选，同款都有家己坚持的想法。如果大家各有己见，那是不是有可能我们双边的这个两个方案都并行？就是说民调也做，或者是说我们的民主初选也来做，这个跟比例是没有关系的哈，因为主要还是说国民党提出来的方案是可行性是有问题的，在我们的 A 案跟 B 案，大家谈完内容跟细节哈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辩论。无想要听国民党的方案，就算时间赶表，那边嘛是坚守家己的立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